盧奇家友開播，咁啊正哥喺度啊，哇！正哥，我首先我都要多謝正哥啊，咁就包括我啦，就代表網友咧都要同你講聲多謝，因為咧咁犀利嚇，咁因為點解咧就即係上一集節目咁啊已經咧就有啲網友就好耐冇見正哥啦咁啊，而且阿正哥得閒就已經即刻又要諗一啲問題，即係有啲話題咧要大家吹下水啊。我咪科幻大題目咧，我就會自己撲出嚟㗎啦，即係好似今集咁樣。哇！呢本小說咧，我就唔知大家網友有幾多個睇咗啦。嗰陣時21年出嘅時候咧，就已經好轟動啦呢本嘢。末日聖母號係今集個題目啊。係啦，末日聖母號呢個係電影嘅叫法。小說有幾個名嘅，大陸就叫咩啊？咩救援啊？挽救計劃。大陸叫做挽救計劃啊嘛。台灣叫做咩？4個字又係極限乜乜嗰啲啊。嗱，我點解記中文名我咁記唔到咧？因為我中意佢個英文名啊。萬福瑪利亞計劃係，哇，真係好型，因為我諗大家有網友都知啊，點解叫萬福瑪利亞咧？咁係一個美式足球嘅戰術啦，即係臨到得翻3-2分鐘咧，進第一波，一個波長傳，然後睇下有冇人入到龍門咁樣，咁啊搏嘅啫，即係孤注一擲啦。係咁，另外鬼佬嗌萬福瑪利亞咧，就類似我哋菩薩保佑啊，即係聖母經出自聖母經咁，即係觀音菩薩啊，咁樣嗰啲南無阿彌陀啊，差唔多嘅意思，即係你已經去到大鑊到要即係求神拜佛，希望得啦咁樣，即係乜都冇路行。係啦，所以呢個萬福瑪利亞計劃咧，哇 Project Hail Mary， 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好，因為佢成個計劃你是但有樣嘢甩漏咧，咁啊人類都收你當噶啦咁樣。咁呢個科幻作品咧，我諗大家睇咗咁多嘅評論啦，第一就話個咩硬科幻啊，好有根據，好跟科學嘅嘢去作啦。咁啊，另外咧就講佢好感人鋪天蓋地感人仲多人講添啊。係，同埋都幾多女性觀眾中意係經過呢次，因為我都特登捉我老婆去睇。Gary 有冇話捉老婆去睇？我有。咁我通常我睇戲咧就一部分啦，咁但係咧我而家個80我都即係會同我老婆睇嘅。咁啊，除咗有啲比如睇蒙面超人啊、睇高達啊呢啲咁啊，梗係唔使啦。男人啦就係。係啦，咁但係就電影我多數都會嘅。咁但係咧我老婆嗱，首先我講先啦。咁我老婆就睇完啦，咁佢就覺得套戲好睇。咁但係咧佢嗰個描述咧，我覺得係幾啱，即係以女性嘅角度。咁佢就話咧，其實個成套戲嗱，首先有樣嘢就容易睇啦。其實個古仔我覺得今次佢改編成功嘅，佢就係將咗原有小說個裏邊一啲硬科學嘅嘢咧，佢就盡量喺個影像上就改變咗佢。係，你會留意到咧，其實有幾幕一啲影像上好強嗰個劇情咧，其實如果你對應翻小說咧，其實係可能係一啲好物理學好悶嘅解讀嚟嘅。係，而且咧我老婆睇完咧，佢就話覺得套戲咧就好似哆啦 A 夢嘅電影。喂，真係喎，歡樂收場，好人有福報。因為咧，首先有樣嘢就係即係兩個唔同嘅物種啦，即係咁另一樣嘢就係互相幫助啦。咁甚至係到尾就係互相犧牲而成全一個朋友啦。咁呢啲嘢其實就佢覺得好似哆啦 A 夢咁，覺得好睇嘅。又真係幾係啦。但係咧嗱，我首先我講一講正如阿正哥，我想補充翻少少網上個睇法啦。咁特別喺社交媒體咧，當然有好多人都係讚呢部戲嘅，咁有啲就話哇呢部戲係非常之好啊，即係咩神作啊，神級啊咁呢啲啦。首先我一樣嘢咧就我冇乜太過大嘅意見，但係咧就始終咧香港人咧都係中意雞蛋裏的挑骨頭。咁另外咧就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中意揾錯處。有咩錯處我想挑咧？嗱，咁好似例如當最初頭，咁你當佢哋地球攞到一啲細星菌係嘛？
係嚇，即係嗰啲神星體啊，細星體啦嚇，嗰啲譯做咩噬日菌啊，噬日菌啊，台灣譯做噬日菌。係咁咧就當佢攞到嘅時候，咁啊就有啲人就立即撲出嚟講啊，就話呢套戲咧嗰啲物理嗰啲解讀咧係完全係錯嘅。咁因為咧佢就有一個咧就主要就抽證佢咧就係佢就用試管就擺落去離心機嗰度。啊，就係咁樣，咁啊，但係即係我自己我就好唔中意，即係香港人好中意揾錯處呢一種，即係好叻咁啦。係啦呢種心態。咁但係首先有一樣嘢咧，就係如果你一講完呢一樣嘢咧，佢肯定佢冇睇書，即係佢冇睇小說，即係佢係唔明呢一樣嘢，咁所以即係算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咁樣以為自己抽錯處咧，就唔好睇科幻啦。其實好多嘅咩叫做科幻咧？就科幻同科學係唔同，我諗每次喺無期嗰度咁講噶啦。科學幻想就係科學幾多，幻想幾多。完全科學咧就唔好睇呢啲啦。完全幻想咧就奇幻，就唔係科幻。咁科幻比重高啲咧就叫硬科幻啦，科幻比重少啲咪軟科幻。咁樣嘛。如果即係為咗顯示自己好識而去挑咧，即係睇你咩態度啦。你挑完之後話挑呢套嘢都流嘅，咁啊無謂啦。咁但係如果你從中睇到佢譬如有啲嘢咧同而家個科學理論無關嘅喎，咁咪當一個趣味啊，當係一種幻想。嗱，我覺得咧，如果要挑咧，即係套戲裏邊嗰隻叫山岩啊，山岩山精嗰樣嘢，即係外星人嗰個太空船嗰啲製造材料咧，有冇人識挑啊？嗰樣嘢根本就係即係依家物理唔存在嘅嘢嚟嘅。但係咧，我見嗰啲人咧，又唔係好敢攞呢樣嘢挑嘅喎。可能佢見到，因為佢唔識啊，見到嗰個字又唔係好知係乜，嗰係山係氣體嚟嘅，山氣啊嘛。係啦，咁佢外星人就可以即係將佢變成一種即係咁高強度，仲勁過鋼嘅固體咁樣，可能唔可能咧咁樣嚇？即係如果有人認真討論咧，我覺得係過癮。嗱，所以今集節目咧，我就會從喺個小說個物理上咧，就解釋呢一樣嘢。咁啊一陣間總言之就大家聽節目啦。咁正如首先有一樣嘢啦，呢位作者啦，咁啊中文嘅譯名佢叫做安迪威爾啦。嗱，其實咧首先有一樣嘢咧，佢係一個純係一個硬科幻噶，即係首先大家先要理解，就唔係同電影係有一段嘅分別嘅。咁當然我哋首先我哋要睇嘅咧就係即係之前佢只係寫咗3本小說嘅啫。而家我哋所理解之前嗰套咧就係火星任務啦。咁但係咧，我只係想講有一樣嘢咧，就係火星任務本身咧，如果當佢去到火星嘅時候咧，其實就唔係電影咁樣，淨係種薯仔嘅，種唔到嘅其實係有其他嘢，一定要有其他嘅嘢要種嘅。佢最主要佢呢一本書嘅小說嗰個感覺咧，其實佢好強調討論咗就話，如果當人類殖民到去月球之後所延伸嘅嘢究竟係點嘅，即係火星嘅嘢究竟係點樣嘅。咁而另一本咧就係叫做中文嘅譯名咧就叫做月球城市啦咁。我3本我都有睇。月球城市我未睇。嗱，其實月球城市呢個科幻感咧就講喺月球殖民地本身一啲企業陰謀，同埋係講一個劫案嘅。咁但係咧呢部咧已經個版權自己買咗噶啦，即係換言之咧，佢3本小說都有戲拍嘅，咁只不過就而家排緊。咁但係咧就以喺小說嘅嚟講咧，就 Project Hail Mary 啦。咁呢本嘅小說咧就而家嘅嚟講咧就個口碑係最高，即係喺美國嘅書評嘅裏邊，而且咧嗰個世界觀咧其實就係喺3本個裏邊咧係即係非常之宏大啦，就係咁啦。咁啊，正哥我就簡單講咗啦。咁嗱，我可以咁樣總結翻呢個觀點啦。3本小說啦，比如火星任務咧，就其實就係一個好 basic，我哋人類係點樣對抗自然呢一樣嘢。只不過佢將咗個環境搬咗落去火星。月球就係講人類係點樣對抗貪婪。
人本身。而到我哋而家新一套咧，即係末日聖母號啦，咁係關於就係點樣同唔同嘅文明如何係跨越我哋本身兩者之間嘅界限，或者佢裏邊所有嘅隔膜呢啲咁嘅嘢。咁然後延伸到係一個涉及到一啲嘅末日嘅問題啦。咁即其實就係咁樣咯。基本呢三本咁，所以咧就。因為我三本小說我都有睇啦，咁我自己個人就我自己首先我睇小說咧就，好似例如我睇翻呢本《末日聖母號》咧，我就冇阿正哥咁早睇嘅，我就2023年，咁我個原因咧就係、我就喺國內就一啲講科幻小說嘅頻道。咁我就認識呢本小說嘅，咁我之後咧就因為我有一次即係我唔怕講啦嚇，咁我好中意喺淘寶買科幻小說噶嘛，咁嗰間出版社咧佢就有個優惠，唔知係18蚊定係10，你買嗰本就叫挽救計劃，係挽救計劃，係啦挽救計劃，咁啊即係同台版同美版個封面都一樣，係個太空人就喺個右下角嗰度，係啦嗰個咁樣嗰個咯。到之後啦，咁我就一路睇，咁啊，我到呢部電影咧，其實我好期待就係咁樣啦。係，因為嗰陣時我睇個科幻小說已經覺得哇，第一真係佢可以將硬科幻同埋一啲咁感人嘅劇情咧擺得埋，同埋無論小說又好或者電影又好咧，你成日睇咧。即係好似好獨腳戲咁樣啊！即係圍住阿主角係咁樣，但係其實咧佢好多大場面嘅，即係你譬如喺電影裏邊咧，佢都跟翻個小說個風格啦，係成日都係好似得幾條友咁，其實唔係噶。其實小說唔係噶，小說好大鑊噶，不過佢小說嗰啲場面好大咧，佢又唔會描寫好多，因為可能咧大家都知啦，咁耐呢個科幻小說史裏邊咧。即係描寫大場面嘅小說多的是啦，譬如即係我哋中國嘅國寶啦，阿劉慈欣話寫親嗰啲乜計劃乜計劃咧，咁你翻山倒海都幾百萬人嘅，挺冚冚。咁其實咧呢個 Project Hail Mary 咧都好大場面嘅，但係佢就着墨唔多。咁不過咧，即係既然係即係難得有個機會可以講下呢本書啦，咁我覺得咧。即係我真係條氣唔順咧，即係見嗰啲網上咧，即係講嚟講去都係嗰兩個觀點，就話石頭仔同人類點樣 friend 咁樣，跟住又話噬日菌點樣，咁跟住就完噶啦。我真係好懷疑咧，嗰啲網上評呢啲，即係可能真係淨係睇戲啦，即係冇乜人睇小說咯。小說嗰啲內容好多冇提啊。即係譬如頭先阿 Gary 講話有啲人中意捉錯處啊，譬如我自己睇到小說裏邊係嗰啲 bug 就唔係挑佢話啲咩文理啱唔啱，有啲嘢係可能個作者寫下咧唔記得咗自己之前寫啲乜咁樣，即係佢自己寫得有矛盾。咁我覺得係即係如果你真係睇翻嗰個作品嘅文本咧，應該係細心睇呢啲咯，睇到裏邊。即係譬如佢成個 Project Hail Mary 有幾多個部分，成件嘢咧點解叫做 Project Hail Mary？即係佢裏邊嗰啲環節啊，係幾咁危急，幾咁艱難，同埋幾咁爭分奪秒，即係應該係咁樣睇，開心好多。比如我哋未講嗰個末日呢件事件嘅時候啦，咁我就即係首先有一個電影同埋小說一個最大嘅分別咧。其實當然嗰個劇情嘅改動咧，其實唔係太多，即係只不過係某部分嘅嘢佢濃縮咗。佢冇提有啲係啦，有啲嘢佢因為劇情上、時間上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其實最主要我諗有一個好特別嘅咧，就係喺呢部電影嘅裏邊負責揸 fit 嗰個女科學家或者女主管人。大總管嗱，其實首先有一樣嘢咧。喺呢度嘅裏邊咧，電影咧佢就好明顯就話佢係東德人，係本來小說就荷蘭人嚟嘅啫。但係咧，你喺個電影嘅裏邊，你改動咗佢嗱，佢係好強調佢係東德人啊。
咁即係換言之，就喺蘇東坡之前，佢就已經出世。捱過呢個東德共產黨。起碼有一樣嘢就係佢係有一種好重嘅東德或者當時蘇聯嗰種嘅意識形態影響緊佢，佢先至可以做好經咁樣，可以做到咁決絕嘅。但係咧，就到喺呢度嘅裏邊咧，就佢其中有一幕唱歌嘅咧，其實係由阿男主角喺拍戲嘅過程嘅裏邊咧，佢覺得係需要。咁我覺得呢個絕對係呢一套戲嘅裏邊神來之筆。嗱，我覺得咧，成套戲嚟講咧，呢個角色即係因為我睇下小說啦，入到戲院咧，呢個情節係完全唔同。係我係事先同大家聽眾講明先。嗱，因為咧我跟住講嗰啲嘢咧就幾樣啊，即係如果大家諗住睇小說嘅，有啲嘢就唔好再聽落去。但係咁其實都要睇都得嘅，因為一係咧就因為我跟住會爆得好行嘅。咁譬如又或者如果大家又唔係好諗住睇小說嘅，或者聽我哋講咗就走去睇小說嘅咁樣，但係真係啊，我會爆得好勁啊，咁所以小說嗰啲內容咧，咁大家酌量啊。可以嚟睇咗小說再聽翻。咁咧講下女大總管嗰一幕咧，唱歌一幕咧，係我諗所有睇咗小說入場嘅人咧，都會覺得好耳目一新。因為大總管咧，佢即係嗰啲殺人眨眼嗰種嚟啊嘛，即係好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嗱，但係要記住咧，佢係喺一個乜嘢情況之下為求目的咧？唔等得啊，成件事。即係你一分一秒都唔拖得啊，所以佢咧係好鐵腕做任何事啊，同埋佢嘅權力咧係非常之大嘅。嗱，喺電影咧都未刻畫得佢個權力幾咁大，同埋個人非常之串嘅，溫柔好多咯。老實講喺電影裏邊，咁譬如嗰一幕唱歌之前，仲同男主角咩啊，企喺隻船外邊，咁話我唔慣去 party 嘅，跟住即係。講幾句感受啊，咁樣跟住入去唱歌，唱完咦嗱即刻就閃身去做嘢啊，咁嗰啲係個印象好唔同嘅。大總管有幾勁咧？嗱，我舉一個例子喺小說裏邊講嘅就係咁咧。話說咧，大總管咧係不時都俾人告嘅。咁佢俾人告咧，佢又唔想上法庭嘅，因為佢其實佢個權咧係大到其實基本上唔使上法庭嘅。但係佢咧間中咧都要即係叫做乜嘢啊？叫做咩？禮貌上啦，上一上法庭咁樣啦。咁有一鑊咧就俾法庭告到上去咧，就話係侵權，就話乜嘢都侵權，即係成扎嗰啲電腦軟件商啊、出版商啊，話佢侵權。咁佢又話咧，嗱，我而家做呢件事咧係呢個萬福瑪利亞計劃，我要做嘅每一件事咧，我唔等得你咁多噶啦，我等得你又要過版權，我即係人類死得噶啦咁樣。咁咧就法官喺度啦咁樣啊。咁法官話：你有冇律師啊？冇啊，得我一個噶咋。咁佢真係一個上去。單拖告佢嗰啲咧就即係有律師團啊，成棚啊，咁十幾廿人喺度啊咁樣。佢話嗱，你要我搞嗰啲咩授權協議咧，有排搞咧，我唔同你搞噶啦，我而家爭分奪秒啦。咁所以咧，我話要做乜就做乜嘅啦，咁樣。咁咧，仲有咧，佢又話嗱，根據呢個國際協議咧，我呢個人咧喺地球上咧係避免任何起訴嘅。美國參議院咧2個月前咧已經過呢份協議啦，咁成份嘢搭落個法官嗰度。仲有咧因為咁樣咧，我已經向咗美國總統咧攞咗司法管轄權裏邊一切嘅免死金牌。你又告唔到我啊，又答俾個法官睇我嚟呢度咧，只係出於禮貌啫。其實咧，我係完全唔使嚟嘅。嗱，咁我而家走啦咁啊，咁梗係執嘢走。跟住法官話：喂，呢度法庭嚟啊，你唔可以話隨便走就走嘅。你再話走咧，就有庭警嚟撳你噶啦。哇！跟住即刻有5個美軍衝入法庭嗰度保護佢。跟住佢話：嗱，我係有美軍保護嘅。嗱，呢啲特種部隊嚟啊，你咪想喐我先？一幕咁嘅嘢嘅，犀利咯，真係呢個人。咁我就睇落個感覺咧，有少少似乜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睇三體啊，面壁者係有任何免死金牌㗎嘛，可以動用全球任何資源㗎嘛。咁大總管就係一個類似咁嘅人啦。咁樣。嗱咁
首先小說都係要強調啦，咁啊，因為佢係一個荷蘭嘅歷史學家背景啦。係因為識歷史，係啦，咁但係佢改變咗，佢用咗東德之後咧，咁我反而就更加喺部電影嘅裏邊感受到一種，即係我哋喺一個哲學上嘅層面，我哋成日討論呢樣嘢，就係一個必要嘅惡啊。就話呢個惡佢本身咧，就係就算佢可以做盡所有嘅壞事，但係佢最終嘅目的都係做一件好事。係咁啊，而且佢喺呢一度嘅裏邊咧，當聯合國係賦予咗佢呢一個絕對嘅豁免權之後咧，哇！佢嗰種嗰啲行政手腕啊，即係佢嗰種就咁我哋對人嗰種冷漠啊，即係嗰種嘅感覺咧，其實我反而我係中意佢多過喺小說咯。即係呢一樣嘢。咁但係其實係兩者之間，我唔係話本小說唔好，其實小說都好。咁但係喺電影嘅裏邊咧，反而佢加強咗呢一個感覺喺裏邊。嗱，其實件事情咁咧就講翻個故事啦。咁啊，即係亦都唔怕穿橋咧，因為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咧，我係抱住一個相反個諗法嘅。因為咧，其實香港人有好多咧，就成日都話你做呢啲節目就唔好穿橋。咁但係我點解我會講我要穿橋咧？嗱，因為喺香港人大部分係以一個娛樂嘅性質嘅裏邊咧，喺坊間其實做好多關於電影嘅節目咧，其實佢哋係講劇情嘅。咁所以咧就會有一個好多時就有人會覺得就係話喂，你講咗個劇情，咁我咪明晒，咁我咪覺得冇癮咯咁。但係呢個我理解嘅，但係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其實佢暗地裏一啲劇情上一啲細節咧，其實有好多人你睇完都唔知佢發生啲咩。咁所以咧我亦都因為呢一個原因咧，我哋比如我同阿正哥又或者我自己同其他朋友錄呢一類型關於電影啊電視嘅節目咧，我係想喺呢啲嘅裏邊係比其他人係更加了解部電影更加啲乜嘢。反而有一樣嘢就話我係認為咧，大家係睇完或者聽完我嘅節目，我哋再睇部電影咧，係會令到更加多人係更加深入。即係我哋啲觀點拎出嚟俾大家參考下，或者因為我哋其實如果你單憑講劇情，其實我覺得係完全冇意思。冇意思，因為劇情就大家理解啦。因為我哋會抄啲料出嚟，因為個故事好簡單啦，就話說咧，就係喺當時啦，呢個係一個近未來嘅世界啊。咁佢其實佢冇講到個時間，咁我哋可以用依家都得。要講依家係啦，咁佢就話說咧，就係科學家就發現到咧，就太陽就出現咗一個異常速度嘅降溫，甚至連太陽嘅亮度都開始衰減，即係越嚟越暗。呢個情況咧，佢哋亦都稱之為咧，就我係以台灣嘅小說嘅名稱咧，呢個咧叫做日漸暗淡。即係呢一個係個太陽係一路咁樣暗落去。咁佢就話如果唔阻止嘅咧，其實地球咧就喺幾十年嘅裏邊咧就會進入冰河期。咁喺個電影嗰度咧就大約上講咧就話30年。嗱，其實喺呢一點嘅裏邊咧，就初頭咧從喺部電影嘅裏邊，當個男主角教啲小朋友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從啲小朋友嘅言談嘅裏邊咧，全地球都已經知道呢件事係發生㗎。而且有一樣嘢咧，有一部分人持嘅方向咧係啱啱相反嘅。有啲人覺得冇問題，有啲人就覺得呢個問題係好大。咁但係咧喺呢度嘅裏邊咧，小說咧其實除咗深入啲講咧，我覺得就係話，其實當呢個危機一路淡嘅時候咧，當然個太陽係影響得地球好緊要啦，呢個係物理上嘅問題啦。但係咧佢有講到一個最重要嘅點咧，就話人類私心嘅問題。因為嗰個私心咧就係大總管就去讀歷史啊嘛，咁佢就話咧，其實到
太陽一冇咁光，地球嘅氣溫一低咗，啲農業失收咧，就打仗噶啦。因為係國際秩序就冧噶啦。唔使凍死晒你哋啲人噶啦，你哋啲人已經會全球大亂噶，仗就打硬噶啦。即係佢咁樣睇件事嘅，即係果然係讀歷史啊。咁所以佢嗰個即係背負住嗰個歷史感咧，即係佢種歷史預見性咧好重噶。亦都你話佢咁冷酷啊，咁即係為咗效率不擇手段啊咁樣。即係佢喂，而家唔不擇手段，你即係等地球冧咗先不擇手段咧。因為佢有講到嘅，因為如果咧，當呢個地球佢真係出咗事嘅第一波咯，人類本身就已經冇辦法係能夠集合咁多個國家嘅力量，係可以大家共同做一件事。因為要一齊搶嘢食、打仗，你已經冇國際合作㗎啦，冇㗎。你就趁未打仗、未搶之前，就集全球之力，就進行呢個萬福瑪利亞計啦。即係盡快要你搞掂佢。咁佢日日都喺度跑，日日都喺度趕，就係咁啦。所以其實我對阿大總管呢個角色咧，我覺得係好有吸引力嘅，即係無論喺小說或者電影都係。係咁，但係咧嗱，首先有樣嘢啦，電影咧你就會睇到啦，就呢位阿女揸飛人啦，或者係應該叫做女總管啦。同埋男主角咧喺部電影嘅建立友情，然後參與個計劃咧係好短時間，係，但係咧喺部小說嘅原著個裏邊咧係花咗一段嘅時間嘅。小說就寫講細緻好多，係啦，咁其實係有一部分嘅嘢咧係有差異嘅。咁呢個時間上嘅差異咧，其實到後尾，當男主角遇上阿 Walkie 仔之後咧，嗰個點樣大家學識點樣建立佢哋言語嘅溝通啊，所有嘅嘢咧係同電影又係唔同嘅。佢呢度裏邊係更加多一啲理科嘅解讀喺裏邊。咁嗱，阿大總管同阿男主角咧，就電影嗰度大家都睇到啦，即係教架書咁夾咗佢咁樣啊。咁夾咗佢咧就咁嘅，喺小說嗰個咧就仲犀利。咁大家睇電影咪咩嘅，即係坐架戰鬥機啊，即係縱橫機浪。其實就點樣咧？係啦，佢最初咧就先夾咗佢去咗珍珠港。去到珍珠港咧就坐戰鬥機，咁咧就由空軍嘅戰鬥機咧就變咗坐海軍嘅戰鬥機，就去咗邊咧就先去咗一隻應該係美軍嘅航空母艦，再喺美軍航空母艦咧就坐直升機就去另一隻航空母艦，咁另一隻航空母艦咧即係個終點咧即係大家睇小說就知啦，嗰隻母艦咧係我哋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嘅航空母艦，叫做甘肅號，係就唔係遼寧又唔係山東，甘肅啊，甘肅號啊。咁呢個甘肅號咧就係成個萬福瑪利亞計劃嘅總基地。點解要用架航空母艦做總基地咧？因為上面如果進行嗰啲實驗咧，攞嗰啲食日菌，即係食日菌爆炸咧。就喺個海中心爆咁啊算啦，唔係，因為佢萬一爆，佢都唔會影響咗地表啊嘛。係啦，咁另外就即係冇人干擾啦，咁難先要揾到佢呢隻航空母艦咁樣咯。咁咧呢隻航空母艦上邊咧就恆常地咧就嗰班科學家啊，仲有唔同國家嘅元首喺上面嘅，即係主角一上到去咧，就見到有個德國人嗰個德國人咧係外交部長嚟嘅，仲有啲非洲亞洲等等國家嗰啲唔同人種嘅科學家政治家都喺嗰度開會嘅，咁係日有會開嘅，好犀利嘅。咁主角一上到去啦，咁其他專家圍住佢啦，咁即係點大總管就話嗱，我點解揾佢嚟咧？呢個就係一個專家嚟嘅，佢對呢個食日菌咧係有研究嘅咁樣。咁其實佢咧曾經咧就係寫一篇論文，就係話生物咧就唔是必要有水先會進化咁樣啦，寫一篇咁嘅嘢。咁佢亦都因為寫一篇咁嘅嘢咧，就喺學術界咧就俾人哋
即係邊緣化啦，當佢黐線啦。邊緣到結果係要做中學教師。係啊，中學教師。電影係好似係小學啦，係小説係高中嘅。係啊，咁啊就係教高中啦咁樣，跟住發現呢個原來天才嚟啊，咁啊阿大總管即刻就揾戰鬥機捉佢翻嚟啦，咁樣嘅。咁咧就跟住主角咧，你喺套戲裏邊咧，好似佢成日都噏耷耷咁啦，但係其實咧佢喺呢架航空母艦基地嗰度咧就。即係佢個人係好謙虛啦，即係同埋即係又唔係好有自信啦。但係其實咧，所有嘅科學家或者太空人都話佢係第二把交椅。即係總之大總管之下就係你啊咁。哇！一同佢講嚇到佢唔係我點會係第二把交椅啊咁。但係嗱呢度裏邊補充啊，如果睇小說咧。我哋所睇我所睇完本小說，我所睇到佢個樣咧，其實就唔係我哋呢個男主角咁樣噶，再對啲，再對啲噶。咁係一個中年嘅普通男人，就唔係好高大，有少少矮矮地、肥肥地，咁啊甚至咧係有少少開始出現咗有啲頭髮稀疏。我覺得係作者將自己個樣等嗰代咁即係咁樣啦嚇。其實同男主角咧，今次部電影咧係靚仔咗好多嘅。咁比較今次係因為電影嘅關係啦。咁我諗如果你真係用小説所描述一個好普通嘅中年嘅男人咧，咁啊嗰個票房就會差啲嘅。嗱喂，咁啊正哥嚟到呢度休息一陣我哋繼續下一節啊。